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桃园龙潭分局的警方搬山过岭破一件不法串机的买卖。这个追查过程就亲像是电影《无间道》的剧情，先是远景竟然要来买这个串机，甲嫌犯约伫台东来交易。警方嘛调动警力伫现场来埋伏，把这个嫌犯总抓起来。专案小组成员于昨日凌晨漏夜前往台东市养庄买家进行查缉，并在台东市一处公庙广场前当场查获洪姓以及李姓2名犯嫌。桃园龙潭的警方接到买卖串机的证据了后，马上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有远景竟然是要买串的人，甲嫌犯约伫台东的公庙来交易。警察嘛伫现场来埋伏。当场就抓到卖串机甲毒品的2个嫌犯，现场嘛查到改造的串机3支，枪支106粒，甲2级的毒品大麻4包，甲这个嫌犯移送法办。